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嗱，今日咧又係帶客戶咧睇樓嘅日常啦。咁呢個盤咧，我哋今季已經嚟咗好多次噶啦。咁啊，就係星河盛景 M5 啊。咁而家咧係深圳咧市場上咧熱度最高嘅公寓樓盤嚟嘅。咁點解咧？70年嘅產權，民水民電通天然氣啦，每一戶咧都帶有獨立緊廚咧，可以做到明火煮食嘅。重點咧就係佢性價比相當之高，68萬買到個一房，125萬咧已經可以買到個兩房噶啦。咁樓層而家可供嘅選擇咧，單位數量咧亦都係唔多噶啦。OK， 就係我哋上方呢一個啦。咁啊，3樓至到13樓可在售嘅樓層，3、4、12、13已經賣晒啦。咁中間嗰啲樓層咧，零零散散咧有啲一房或者兩房。咁朝南朝北嘅戶型咧，亦都係有嘅。雙地鐵線啦，仲有業主樓巴免費穿梭巴士啊，可以坐到地鐵站啦，仲可以坐到大運。咁步行最近嘅地鐵站咧就係500米嘅距離啊。咁嗰邊仲有一個星河 Coco City 嘅一個大商場。咁各樣嘅配套咧都係非常之 OK 嘅，68萬就可以買得到噶啦。有興趣嘅咧，私信我主頁有聯絡方式。拜拜。